好来，台湾的疫情有较平稳咯。指挥中心5月初1开始对长照机构解除禁令，开放民众有条件去探视亲友。高雄市政府对探视的条件是加但书，必须采预约甲实名制。其中，民生病院护理之家讲，有袂少的民众已经1个月无看到亲人咯，所以5月初1解禁的当天，这个电话是接袂完。等5月过，阿伯总算是看到思念的太太咯。就算太太无多回应，但是阿伯嘛是讲甲真欢喜。禁止看病人的这段时间，阿伯讲伊拢食袂落饭。唔知要死也要我拢唔知啦，较歹家己做啦，真的是我读岁啊，你袂考虑。另外一位阿姨姓区嘛是共款，足久无看林翁。老婆在这里，你看。阿姨讲，这段时间真正是唔知要安怎过。我看到他，看不到他。唔甘流目屎，因为实在是太思念嘛。疫情较无遐严重啊，长照机构探视5月初1解禁，开放民众有条件会当去看亲戚朋友。但是高雄市政府讲爱预约佮实名制。今天全满的人要不要预约别天？亲像安尼预约要看厝内底人的电话，这几天真正足济，加上母亲节又要去到啊，高雄民生病院护理之家预约表顶悬满。我们这几天的那个预约状况都是满的。为着避免大家互相传染，病院嘛特别规划。医院这边呢也做了分流，在4、5楼分别都有这个探视区。可以下床活动的话，我们就是梯间的地方去做会面。对。那如果是不能活动的住民，开放一位家属进去探视住民这样。每一摆开放3组民众，每一组限时半点钟。虽然讲时间是无长，但是对家属来讲，5月月等待，即马总算是会当看到思念的人咯。